陶傑問希拉里條命係咪賤過李克強啊？各位記者朋友，大家好。李克強訪港變禍港，人神共憤，又聽下警方點解話啦。睇下近期喺周邊地區以及國際嘅恐怖活動情況，以及探訪要人本身佢嘅工作範圍。我問你，李克強同中國政府喺世界上嘅仇口多，定係美國政府仇口多？我哋今次嘅安保行動咧，其實同我哋一向做開嘅咧分別係不大嘅。例如近期美國嘅國務卿到訪，你唔好話希拉里條命啊，係冇你李克強咁值錢，佢係值錢過你10倍啊！因為佢係美國國務卿，一身係天下安危。唔係佢喺度有乜冬瓜豆腐？你10條曾蔭權加20條阿曾咩雄嘅命啊，你都頂唔，你都填唔起。咁點解嗰陣時阿希拉里出入香港，我哋香港人交通咁順暢？咁佢呢？當事人呢被拘捕唔係因為佢嘅衣着，佢係涉及一件被通緝嘅案件。咦？唔通佢一落樓就大叫自己係通緝犯？喺肯定身份嘅過程，我哋必須要做一啲措施，令到佢唔可以作為影響到當時探訪活動嘅安全性。切，唔交罰款，着件平反64T，請問又有幾危險啊？記者影嘢又被黑衣人阻。我哋永遠都係非常尊重言論自由、集會自由。咁即係黑衣人係警察啦，做咩唔顯示身份啫？唔見得光啊！記者工作要專業，記者工作要專業。呢位就係當日被黑衣人阻嘅記者，佢公司已經寫信去特首辦、保安局、警務處同監警會投訴啦。投訴警務處話佢打壓新聞自由咧，我印象中係第一次。咁呢一個已經唔單止一個警號啦，即係對我嚟講，簡直可以講話係一個創傷。之前好多人批評你嘅言論喎，你會唔會面對啊？有冇回應啊？咁垃圾嘅言論，佢梗係唔應你啦。社民連夜晚遊行去西區警署抗議，佢鬧埋港大同保安局鬥射博啊！班港大學生同校友聽日喺陸佑堂外面派黑絲帶，趁開學禮向校方遞請願信，表達不滿同遺憾。星期5晚就會集會，徐立之未答應出唔出席㗎，咁佢反而喺報章登聲明，首次公開要求執法人員尊重大學自主。唉，不過都係冇講到會唔會去投訴，甚至協助被困1個鐘嘅李成康告警方啊！